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飞身！你输了，你耍赖！输了便是输了。好了，本军赢了，不同你们玩了。你，在我生死门前比武，乃是我妖族至高之战，你竟使用如此卑劣手段，简直是厚颜无耻。什么是卑劣？明明是他自己轻敌，本军是光明正大的将他打出去的。强词夺理，在我妖族向来只论实力，从不论规矩。像你这等宵小，休想进入我第三重天！哼！殿下不必紧张，定是有人在闯生死关。阁下是谁？竟敢坏我生死关的规矩！闯关者，秦不上君，若让那白沙发你想怎么进去？你小子倒是张狂得很。刚才你不是说过，妖界只讲实力，不讲规矩吗？既然如此，本军便破了你们这儿的规矩。竟然斩断了本军的子火，我倒要看看你是谁。是你吗？你真的回来了吗？我看这三重天内，你们还有谁不服？秦牧身上怎么会有一丝妖力？白绝。上军妖力之盛，乃在下平生仅见。阁下请。